習近平嘅目的好簡單，只有一個，就係台灣。但係經過咗今次呢十幾日嘅戰爭呢，其實習近平都覺得可以唔需要。當然啦，如果你特朗普放水嘅最好啦，就算你唔放水，其實我覺得習近平都可能會打台灣。點解呢？因為原來全世界最強嘅呢個叫做咧防衛嘅國家就係以色列，佢哋嘅呢個叫做咧係咪叫做鐵穹系統啊？都係可以破嘅，而且唔使好多錢就可以破佢嘅鐵穹，只要飽和攻擊。大家知唔知伊朗而家嗰隻無人機咧，實質上嗰隻沙克德無人機咧，冇乜嘢科技成分嘅，就係飛機同埋炸彈嘅啫，好簡單嘅啫，裡面嘅嘢冇任何高科技成分喺度嘅。所以咧，只要你製造夠多嘅無人機，任何嘅防空系統都會俾佢癱瘓。你只要飽和攻擊，